别管他。我得不到他，我就要亲手毁了他。今天你们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能活！别管他。放纵！别做报告！我得不到他，我就要亲手毁了他。放纵！小心！曾庸。 曾庸，你不仅是我的高徒，也是我叶红野这一生唯一的徒弟。谢谢师父。爱弟，照顾好你爹。心里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真的，我太高兴了。爹，
那都是高手，上不去。我不管，我命令你现在就把英雄哥哥救走，快点！小少爷不行，我上不了啊！必须上！好，我来了。 收着，别像以前那样总是乱花钱，听见了没有？邓堂主，你真是享福去了。张牙舞爪，一边一个忽悠着你。生前你最爱去醉月楼，现在莺莺燕燕就陪在你的身后。你现在开心了吧？快上飞！你说话能不能正经一点？别拿去世的人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是正经事儿。这不是身后就有莺莺燕燕吗？谁是主人？我叫你住嘴，听见了没有？莺莺燕燕，我们姐妹一场。我向你们在天之灵发誓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此血海深仇的。幸亏潘如真那个狗贼已经死了，要不然莺莺燕燕还有花姨他们，一定会死不瞑目的。对呀，姐姐，姓潘的那个大坏蛋已经死了，你爹和花姨的仇也都报完了。所有的事情不都已经结束了吗？你还想找谁报仇啊？这世上的恶贼，又何止潘汝贞一个？哎，冬青姑娘，不能杀手无寸铁的人呢。再说鸟人这次真的是帮我们了。对呀，姐姐，我们这次能平安出城，多亏了英雄哥哥帮我们忙。古圣先贤都教过我们了，受人点滴，泉涌以报。我们不能恩将仇报。可是我发过誓，我一定要替风尘双侠报仇。冬青姑娘，我家小少爷说的对，且不说鸟人这回帮了我们，再说莺莺燕燕和花姨，其实都是死在潘汝贞手里。你不能把所有的账都记在鸟人一个人头上。再说了，姐姐，英雄哥哥现在昏迷不醒。你要是趁这个时候杀了他，那和官府那些不讲道理的坏人又有什么区别呀？万一这事儿传了出去，以后我们在江湖上就没脸见人了。你们两个人都不要再为他求情了。英雄哥哥不是大魔头，他是好人。当初锦衣卫包围我们东林书院的时候，是英雄哥哥救了我。后来我从官府大牢里逃了出来，救我的人还是英雄哥哥。所以我敢保证，英雄哥哥绝对不是坏人，他是好人。对不对，马双飞？对，冬青姑娘，你不也说过吗？只有鸟人知道杀你父亲的凶手。如果你真的把他杀了，那永远找不到杀你父亲的凶手了。所以嘛，姐姐，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，把英雄哥哥的伤治好了，等他醒了再问他个清楚。你不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吗？哎，小少爷，你说的倒轻巧。鸟人伤得那么重，官府要到处追杀我们。你还要找人收留我们，还要把他的伤给医治好，怎么可能啊？那可怎么办啊？要是没有人肯收留我们，那英雄哥哥就是死路一条了。冬青姐姐也就永远无法知道谁是真正杀你爹的凶手了。我知道谁能把他救醒。你们两个赶紧带着他去阳明山庄，交给庄主战天云，他会把他治好的。战天云又是什么人啊？能治好鸟人的伤吗？
他不怕掉头。战天云是叶红影的师傅，是他一手把叶红影抚养长大的。如果他看见叶红影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。那姐姐，我们赶紧把英雄哥哥送去阳明山庄吧。可是你刚才说让我和马上飞送英雄哥哥去阳明山庄，那你呢？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带着官印的唾液去辽东找袁大将军。可是东行姑娘，我这三脚猫的功夫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玉女莲花手有时灵有时不灵的，万一碰到几位，我这发挥不好怎么办啊？起码你还会轻功啊！如果实在打不赢，你就带人燕赶快跑。那行，那我努一把吧。相公，这一把我陪你努了。你陪我努？你陪我努怎么努啊？哎呀，我爹死了，相公，你以后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陪着你。你那什么，你先撒手啊！我是去玩命，又不是去玩，你就别跟着掺和了。你玩命，我跟着你玩命啊！相公，我生是你家的人，死是你家的鬼。我求你，这躺着好几个呢，你别老鬼啊鬼的，再把他们说出来。相公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、讨厌我、恶心我、想抛弃我？暴力，暴力。我爹刚死，你就对我始乱终弃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爹，别哭了，爱弟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你这一路跟着我们的话，会遇到很多危险的。冬青姐，我爹也没了，相公也不要我了，黑风党也回不去了。你说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吗？那你跟着我吧。啊？没错，我这一路去辽东千里迢迢的，你跟着我相互照应，好歹有个伴儿。那可是……哎呀，你别可是的行不行？冬青公主愿意带着你，就已经是你的福气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前面啊，你最多就算个丫鬟，在旁边替我照顾她。对，爱弟姐姐，古圣先贤曾经教过我们，女子从夫便是德。既然你相公都这么说了，你就乖乖的听他的话，明白吗？嗯。谁知道相公？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那小女子我虽然有100个不愿意，也只能唯命是从了。我问你，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？是我爹。你不是你爹？这是你爹，那也是你爹，你一个人怎么会有俩爹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堂的那个是我的前任，前仆后继了。哎，你不是就会说一句汉话吗？对，是一句，但是我告诉过你，这一句比较长，跟上一句是接着的。哦，连着的行哈，你别打岔。你说你为什么有俩爹？是这样的，大人，在我们西域啊，有钱的女人多的是，她可以娶好多个男人，所以在我们家呀，都有很多个爹，跟你们汉人不一样。就算我相信你，这一个大活人为什么要藏在这里？因为我爹死了，我们要送他回家。死了是吧？打开给我看看。啊！我给女人整胡子。你们嘀嘀咕咕的干什么？大人，我们说的是西域话。我这个爹的意思是说，我箱子里的那个爹呀，都死了，样子很可怕的，快吓着你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在衙门里都待了起码10年了，什么样的尸体我没有见过，我还害怕。可是我这个爹啊，他的头啊被大石头给砸碎了，脑袋呀
都裂成好几瓣了，这眼睛啊都掉出来了，这耳朵和鼻子啊都搅和到一块儿了。还有啊，它上半身啊裂成8瓣了，肚子里的肠子啊都出来了，太可怕了，血肉模糊的像滩泥。你说有多可怕就有多可怕。你是说，就是非常可怕？大人，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，您要是非要打开这箱子，被吓坏了，那可划不来啊，这可不怪我们啊。你开玩笑，这也是吓大的。切，那您非要打开这箱子了？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。你敢骗我？何止是脑袋裂成8块，全身上下10块、20块都有啊！要不是我胆子大，早就被吓死了。大人，你是我长这么大见过胆子最大的人。当然了，我就叫赵大胆儿。那大人，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赶快走，赶快走！记住，一定要5严实，以后严禁带这种店出来吓唬人。滚！太厉害了，走走。